我的，我就带1晚，1晚也不行。这桥洞我睡了3年，你想抢？再忍忍，再忍忍就好。从今天起，没有陈家，没有大哥，没有二姐，没有爹娘，只有沉默。喂，干什么你？叶子烂了，不要了。烂的也是我的，滚！别脏了我的地。老板，这油怎么发黑啊？炸的香，爱吃不吃，不吃滚后面去。这鸡肉怎么有股腥气味？冻货就这样，嫌臭别买。看什么看？想偷师啊？滚远点！